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恒大真是进入了清盘阶段啊！前面由这个许老板的前妻丁玉梅申请这个闭门聆讯，被香港高等法院驳回，从而暴露出许老板还有2个未成年子女，丁玉梅和这未成年子女还有2名未成年孙子女一起生活，半年就花了400万美元。这个在网上引起热议果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道中落，但是人家也是韭菜可望不可及难以望其项背。今天这个网上有一篇报道，腾讯网说最后通牒发给了夏海军。这个夏海军也是个谜作为恒大的2把手、副总裁、打工皇帝，你看总裁就是许家印之下，现在去向不知所踪但是香港高等法院可不等你，如果不能在2025年3月28日下午4点前依照法律命令如实向有关机关披露自己名下的财产状况，那么中国恒大前总裁一度有打工皇帝之称的夏海军将被香港司法机构制裁，他有可能失去在日后诉讼中进行任何抗辩的权利。这是法庭给夏海军的最后通牒。这个夏海军据说也是加拿大国籍目前应该是61岁这个恒大极盛之时他被戏称为许家印最信任的男人，也是中国恒大2号人物，负责公司日常运营，在重大决策安排执行落实中拥有颇高的话语权。当然呢，夏海军正因为位高权重，所以他卷入了恒大各种违法犯罪这个事件中。许老板干的坏事恐怕夏老板都参与了。恒大暴雷之后历经法律程序步入清盘。2024年3月，清盘中的中国恒大在香港提起诉讼，追索许家印、夏海军、庞大荣等2017年到2020年的工资、奖金、分红等60亿美元，后又追加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及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实体为被告。这个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2009年到2022年，这是13年期间夏海军总共获得了18.55亿人民币的薪酬这18亿也是在追索之列香港高等法院此后签发禁制令，在全球范围内冻结包括夏海军在内多名被告的资产。对于夏海军，则限制他名下位于香港高达600亿港元，约合66亿美元的资产，不得转出香港，要求他处置或处理博汇商物业出售的收益，同时允许夏海军每月支取5万港元生活费。这5万港元对韭菜来说那也是可望不可及禁制令还附带了披露财产要求，包括夏海军、丁玉梅在内的被告均被要求在特定时间前往相关机构披露名下财产。几经博弈后，丁玉梅按照法庭要求对自己名下财产在指定范围内做了披露，但是截至目前，夏海军仍未依照法庭要求披露自己名下的财产。但是这个夏海军是不是消失了呢？其实不是2024年6月，包括夏海军在内的禁制令签发，冻结财产的同时，将他们名下财产披露日期最后实现设定为当年的7月25日。但是当这一天到来时，夏海军方面提出申请，要求撤销针对他的命令，也就是撤销申请并要求在撤销申请的实质性听证会之前对命令进行临时变更，也就是夏海军方面是有反应的，不是说消失了。其实夏海军的诉求得到了回应，他披露名下财产的截止日期被延后，几经反复，2025年2月12日香港司法机构再次提出明确要求，夏海军应在2025年2月21日前完成财产披露。此要求提出后夏海军并未提出延长的申请或要求。然而夏海军一方故技重施，在2025年2月21日截止日期的最后一天当日提出申请，请求撤销决定提起上诉许可。这个纯粹就是技术性拖延这个法庭的这个时间，实际上就有点像耍赖。夏海军违反了披露令，而且显然是故意的。这种操作手法与丁玉梅在相关案件中的手法高度相似。我们掌握的情况表明，夏海军和丁玉梅曾在共同
就共用同一律师的情况，你看看两个人请的律师都恐怕都是一个律师楼的，所以他们的手法一样。2025年3月14日，听证会召开，在听证会上，夏海军一方反对除非申请令，他的辩护律师之一要求延迟至未来再听证，但是法庭对此不予支持，也就是法庭不再给他时间拖延了。记者从权威渠道获得的信息显示，在此过程中，夏海军方面并未解释他为什么需要更多时间才能履行名下财产披露义务，也未曾提及他履行披露义务有哪些实际困难，更未采用任何手段加快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一味要求法庭延期，实际上就是在反对履行任何财产披露义务。这种拖延导致在附带披露财产义务的禁制令发出8个多月后，中国恒大一直缺乏能够执行这一禁制令所需的准确信息。这个61岁的夏海军啊，对自己的命运呢，多多少少有了预感。夏海军一方在向法庭陈述披露财产信息带来的担忧时，曾有这样的意思表示，夏海军可能遭遇与中国恒大前董事局主席许家印一样的命运，也就是登缝纫机啊，家破人亡。3月28号啊，将是一个截止点，也就是还有1个星期，对吧？你爱披露不披露，这就是如果到这一天啊，你不披露，往后啊，夏海军就失去了任何辩护的权利，任由债权人去宰割。所谓啊，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眼见他起高楼啊，眼见他楼塌了。我记得恒大爆雷的时候，我就说了，作为公司二把手，夏海军的命运呢，一定很悲惨。应该有很多网友记得吧？有好多人老说他是打工皇帝啊，从恒大赚了多少钱，多少亿。我说夏海军一定会倾家荡产，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一荣俱荣啊，一损俱损，不可能，对吧？他陷入中国恒大这么深，他能全身而退？没有这可能。他的财产想转移、想藏匿也都困难，对吧？债权人一定会全球追他的财产。夏海军跟许老板实际上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他自己也预感的是对的啊。他说他跟许家印一样的命运，说明他已经看明白了，不知道他这个加拿大的身份能不能保护他。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网啊，现在正在收紧，在渡劫的啊，不光是恒大呀，当然恒大已经是待宰的羔羊啊，对吧？已经在案板上了。这个万达那是实实在在在渡劫啊，这个万达王老板那这简直是生不如死啊，这个万达啊又被冻结啊。这次是旗下北京万达文化的80亿股权被郑州中院冻结3年啊，法院也换了啊，变成郑州中院了，直接让大连万达集团的资金链再套上一道紧箍咒。天眼查数据显示，这家注册资本80亿的文化公司成立13年来一直由万达全资控股，如今却成了债务风波中的人质。股东股权冻结意味着万达无法通过转让质押这部分资产回血，堪称雪上加霜。但是这个啊，媒体他说的不对啊，这个法院能查封他这部分股权呢，就是万达文化的80亿股权，实际上说明万达没有资产了。就我以前跟大家说过啊，你查这种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其实没什么用，都是叫撸草打兔子，捎带手的事。你这股权也不值钱，你卖也卖不了，你处理也处理不了，就相当于没钱，没有用。你说你有恒大90%的股权有什么用啊？恒大资产是负的，还个大窟窿还没填呢。你说你有他90%股权，1块钱都不值，他说不定还是负的。就这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非上市公司的股权没有意义啊。法院查封纯粹是不让他交易不让他过户，不让他这胡折腾，没有什么用啊。如果都已经查封这非上市公司的股权的时候，就说明这家公司没钱啊，没什么资产，查无可查，顺便把他股权给冻结了。正因为这个原因啊，所以这个记者说股东股权冻结意味着万达无法通过转让质押回血。实际上他这股权卖不掉，质押拿这个股权去质押借钱借不到的，还是那个道理嘛，就是中国恒大，对吧？你拿他如果现在还有1亿股没质押给你，你能借1亿给他吗？不可能啊，借1毛给他差不多，他的马上就是要清零的。这就说明万达现在是真的是雪上加霜，就是查无可查，顺便把他股权冻结一下算了。但关键是这是万达2年内第4次大规模股权冻结，
从珠海万达商管50亿冻结到北方万达商管7亿执行，再到如今80亿冰封，万达仿佛陷入冻结循环。为了填窟窿，集团今年已连卖5座万达广场，但资产抛售的速度似乎赶不上债务窟窿扩大的节奏。这场危机背后是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对赌上市失败引发的连锁反应，投资者追偿，合作伙伴仲裁，让昔日商业地产一哥不得不拆东墙补西墙。眼下最要命的是股权冻结直接掐断了融资渠道，而万达电影减持、万达广场甩卖这些卖子求生的操作，让市场信心跌到冰点。最主要的是它资产缩水的速度太快，资产价格下跌资产没有办法变现。400多座万达广场，如果你一座1万块卖，肯定能卖得出去，但是问题没用我们也能看出万达王老板在艰难的求生想活下去。但你什么时候看到万达广场在人头攒动，对吧？彩旗招展，人山人海，那王老板就活过来了，万达就活过来了，否则没得救都是苟延残喘这个股权冻结不光是万达这个富力地产被冻结24.9亿股权，这富力跟万达可真是难兄难弟2016年吧，富力从万达手上买走了万达那么多5星级酒店呢，现在万达在渡劫，富力更在渡劫，吃了万达那么多酒店不消化，也是等待宣判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说地产盈利持续缩水，百强房企净利润率均值仅 1.1%。 过去的2024年房地产企业赚钱效应如何？3月20日，中指研究院发布2025年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报告显示，去年百强房企营业收入均值338亿元，同比下降 9.4%， 比2023年还下降净利润均值同比下降 76.8%， 至 4.2亿元。2024年百强房企净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分别为 1.1%、0.3%， 盈利能力连续多年下降，接近零利率。什么原因呢？就受结转成本、资产减值等因素影响，房企盈利情况缩水，已成为房地产行业共性问题。万德数据显示在 A 股、港股中，超过90家预告2024年业绩的房企中，仅30%房企预计去年将实现盈利，其余房企将实现不同程度的亏损，其中有的企业是续亏，有的则属于首次亏损。大家都知道这个房企的营收利润，它一般的反映的是1-2年前的销售，它要一般的是2年左右才结转成利润。这是这个房地产行业的它这个财务的一个特点，就是等待项目竣工结转后，对应的销售金额才会计为企业的营业收入。就是你的这个项目今年就开始卖了，你已经达到这个领了5证，对吧？有预售证，你就可以卖了，但是房子还没盖完呢。等你房子整个盖完了、卖完了，然后再开始结转。这个所以说今年的业绩反映的是2022年的或者2021年的项目。这么说什么意思呢？你就知道未来这几年房地产企业那个利润是不能看，没法看，更惨。那你2022年卖的房子呢，要在2025年体现，2023年在2026年体现。那你说这2022、2023、2024这房子卖多了吗？还是卖少了？然后你的资产还在贬值，所以只能说这个房企上市房企未来恐怕这个利润呢是越来越难看，越来越惨，惨不忍睹。最近有很多媒体总是说这个楼市已经触底反弹，或者叫止跌回稳，至少说1线城市止跌回稳，甚至还上涨，对吧？强1线城市强2线城市回稳了，各种说法都有今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 UP 主叫大都督，他说最近有热门城市房价开始上涨，这能说明本轮楼市开始触底反弹吗？其实背后不简单，因为接下来新房和过去的二手房逻辑已经完全不同了，你手里的房子有可能还要贬值。大家看视频楼市回暖了吗？开年后出现的小阳春是不是就意味着房价已经筑底了？咱们今天就结合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1到2月份全国房地产市场基本情况，从供给端和需求端来看一下这个事情。数据显示，前2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 9.8%， 但库存却像滚雪球一样同比再增 5.1%，2个月多了4564万平方米。这种开发商越建越少，房子却越堆越多的怪现象，其实藏着楼市的深层矛盾。从供给端看，开发商现在明显在踩刹车。2025年前2月新开工面积仅 0.66亿平米，创下2016年以来同期最低，施工面积同比降幅更是高达 9.1%。
这其实并不是房企主动选的，而是市场倒逼的结果。2024年房企到位资金已较2021年腰斩，个人按揭贷款规模也是暴跌，即便政策频出，购房者用脚投票的现实依然未改。这种情况下，开发商不得不放缓拿地节奏，甚至暂停新项目，但已开工项目的库存仍在源源不断形成。数据显示，单是2025年2月末的待售面积已达 7.98 亿平米，相当于当前销售速度下近7年的去化量。从销售端来看呢，似乎有些回暖了。2月商品房销售额降幅收窄至 2.6%， 住宅销售额仅微降 0.4%。但这种回暖是结构性的。什么是结构性？你看一线城市像北京、杭州还挺热闹，杭州单月推盘量暴涨了7倍多。但3、4线城市就像被冻住了，成交量一直上不去，年轻人买房的贷款还在减少，说明真正的刚需还没回暖。70%库存挤在市中心黄金地段，杭州这些热门城市的主城区库存占比甚至超过 90%， 而且房子类型也不对，改善型房源占了一半，刚需盘却卖不动。很多人想买的房子买不到，能买的又不想要，这就是开发商战略出了问题，只盯着高价地块，没考虑大家的实际需求。不过最近也有好迹象，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开始出现二手房成交小高峰，政策上也开始用收储存量房这样的新办法，这说明市场正在从全面下跌转向局部恢复。但真正的转折点可能要等2个条件，一是大家收入增长能追上房价，二是保障房和商品房能形成互补。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过了野蛮生长的阶段，进入了精耕细作的时代。等到哪天我们不再把房子当作投资标的，而是回归住有所居的本质，这场持续多年的供需拉锯战或许才能真正迎来转机。你说这一天还要等多久呢？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啊。说一千道一万，还是看韭菜收入吧。现在有的一线城市交易量是上来了，那是刚需，托起成交量的是刚需，托起房价的是改善。就是比如说上海那个日光盘20万一平米的一套4000万的，这个一下把房价给你顶上来了。而成交面积多的呢，就是成交量大的呢，那都是刚需，买的是老破小、二手房什么的。我们看看现在各地继续在推出救楼市措施你比如说这个湖南长沙推出购房可7天无理由退还定金，7天无理由退房。杭州旧房装修每套最高补贴2万元。你买了旧房子，你只要符合标准你装修的话，杭州政府给你补贴2万块，最多2万你看看，如果杭州楼市真的火的话，那政府何必这么干呢？政府钱又不富裕，还是想给二手房市场加把火这个每日经济这个房产频道报道说，这个杭州房东开始酝酿涨价，曾经破发的次新房每平米成交价涨了1万。你看看这个杭州还是炒房之都这个杭州6小龙不是白吹的，最终还是落到房子上面。杭州的房价一跌跌3年，涨只要2-3个月。杭州中介彭雅说，杭州楼市持续的以价换量，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成交。不仅一些核心板块的次新二手房从破发转向涨价，甚至有些高端项目挂牌价上涨了100万到940万不等。现在杭州二手房市场的小阳春已经非常明显了。3月17日，中指研究院华东大区常务副总经理高院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房东们开始酝酿涨价。手边买房平台显示，近30天杭州主城区涨价房源与降价房源比例接近1:10。记者向枝江板块某我爱我家门店求证，店长张涛告诉记者说，东方苑这个别墅楼盘实际成交情况是位置好一些的3000万元左右，性价比高一点的一般在2400万元左右。好的房源涨价很正常，房东跳涨更多的都有。杭州房价大概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跌，2024年初先是成交量慢慢往上走，每个月网签量从3-4千套升到6-7千套，1年多来从消耗了很多库存，今年成交量还在继续往上拉。张涛说西湖、拱墅、上城、滨江4个主城区房价基本上已经稳住了，核心地段、核心板块有些房源实实在在涨了。中介称有只赶2016年的感觉，也就是杭州的楼市又要火爆。从过往的情况来看，每个月成交6-7千套已经算不错。目前来看，3月网签要破10000套，这个行情对我们中介来说非常好，有一种只赶2016年的感觉。张涛坦言这个
每日经济新闻说啊，不过杭州二手房整体成交价认为回到上涨通道，现在显现局部热度。这个记者也说实话，二手房整体成交价没有涨。国家统计局3月17日最新数据显示，2月杭州二手房价格环比跌幅 0.2%， 同比跌幅 4.1%， 其中同比数据仅次于北京、上海、成都，也就是国家统计局的数字啊，打了这些中介的脸。这些中介一天到晚就吹楼市火爆涨价，但是统计局并不认可啊。杭州二手房环比、同比都在下降。这个中介说啊，一些原先热门的小区价格涨幅还挺大，但毕竟现在成交的大多数还是刚需、高性价比楼盘，所以整体价格没有明显上涨。不过今年上半年止跌回稳是大概率事件。现在杭州二手房市场的小阳春已经非常明显了。高元生说啊，他续称，新房方面，杭州目前新房供应量不足，原来推的地块由于流速较快，很多已经售罄，而2024年10月以后推的地取消了限价，企业为了保证品质和利润，更着力在产品前期的打磨，改变了原来快周转模式，所以入市节奏也没有那么快，也就是炒房之都的房价并没有上涨。要不然啊，杭州政府不会给二手房，对吧？旧房装修给你补贴2万。我们啊再看一组学生的数字，大家就知道这个未来这个房价，因为啊，对吧？这个房价短期看经济、看金融啊，长期看人口。这是国家统计局啊公布的数字。2024年幼儿园人数、小学生人数还初中、高中、研究生。统计局公布的这叫2024年中国各类教育学生人数，它是公布了2024年和2023年2年的数字。首先是幼儿园啊，在园生，现在正在幼儿园读的啊，2024年是3584万，2023年呢4093万，也就是幼儿园的小孩啊少了509万，2024年比2023年啊少509万，这是什么概念？当然了，幼儿园你得按3年算啊，那差不多1年就少160-170万了，大中小班嘛。好，普通小学啊，小学生他是在校生，2024年是10584万，也就是1亿人。这个2023年是10836万，2024年比2023年又少252万。招生，也就是2024年要招的小学生啊，1年级的他要招1616万，2023年招了是1878万，也就是2024年小学生招生就是1年级的要少招261万啊，人口下降。从幼儿园和小学，对吧？先是新生儿出生率嘛，在下降，马上就影响到幼儿园，幼儿园后面就影响到小学，小学后面就影响到初中。你看看，首当其冲的是幼儿园，3年少500万，1年级，对吧？这个新生少160多万啊，260万，小学生整个的啊，在校生少251万。这个说明以后的教育啊，一定是资源叫冗余啊，跟教育相关的行业恐怕日子都难过啊，没有那么多学生啊，学生大幅度的减少。第二就是房子，对吧？这些小学生再过10几年，本来他们是买房主力啊，要结婚，对吧？或者要怎么样，刚需嘛，但人就少了，你说你的刚需怎么可能多呢？啊，如果你再考虑了这些小学生，说不定他们父母、爷爷奶奶都有房子，你说他刚需的可能性就更低啊，这种对房子的需求啊，进一步压缩。这个也不过就10来年的事啊，对吧？15年，所以你说长期看，是不是对我们的房价、房子都是一个压制作用？所以我一直说啊，如果说要想房地产还要健康发展，还要稳住，除非经济在发展，也就是大家的钱就收入在增加。那你收入增加了，虽然人口在下降，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对房子的需求加大了，对吧？你想有自己的一套房，你本来有个80平的，你想要120平的，这叫改善，对吧？等你有了120平的，你又觉得不行啊，我得在西湖边上得想有套房，或者三亚有套房，或者是丽江，或者是对吧？这个西双版纳，或者是哈尔滨，我想冬天在那看雪。这个是只要你收入上来了，你的收入啊达到这个标准，你一定会叫水到渠成嘛，你就会去想，就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这个对那些炒房的人来说啊，目前这个形势是相当不利，相当的不友好。这个形势啊，这个很多炒房的人总说啊，这个通胀，对吧？一放水资产就要涨价。
资产涨价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你这个资产能交易，就是有人接盘，它能流动才叫资产。如果这玩意儿不能流动，你不能变现，那叫什么资产呢？变现就意味着你这房子，对吧？能处理掉。就像王老板啊，你说王老板没有资产吗？王老板400多家挖纳官场，但是有什么用呢？他不能变现，对吧？他这边欠人那么多钱，他还不了，债主逼上门告他，法院查封，你能说王老板没资产吗？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说很多炒房的人，他连眼前的他都看不明白，就是以后即便是放水，对吧？你的房子你能交易吗？卖给谁啊？人口在下降，那很多人他有3套房，他还卖你的房子干啥？都想着把房子往出卖，供大于求，失去流动性，你租也租不了，因为没那么多人去住啊，对吧？所以说你要看到这个统计局给的这个2024年中国各类教育学生人数，你就知道，如果还想炒房，对吧？想靠买房然后实现什么暴富啊，什么跨越阶级啊，什么啊就能财富自由啊，恐怕要失望，十有八九你是要背了债你还不起。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